依家樓市有好得意嘅現象，好多香港人唔留喺本地買樓，反而去咗內地置業定居。但係內地人就啱啱好相反喎，專登去香港買樓，一南一北反向走，睇似好矛盾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考量嘅，全部都係經過深思熟慮、務實咁去選擇嘅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北上內地買樓，最主要係想擺脫香港逼迫嘅居住環境同埋高壓嘅生活。香港嘅樓價高，居住嘅空間又細，生活嘅成本又貴，辛辛苦苦一世，好多時候只可以住細細嘅單位，生活嘅節奏又快到喘唔到氣。反觀內地好多城市嘅居住環境舒服好多，樓價同香港比差得好遠啊！同樣嘅預算喺香港只可以買到好細嘅單位，喺內地可以住到好闊綽嘅大屋，而且生活嘅成本親民，飲食風俗又相近，來往交通亦都好方便。無論係退休同埋養老定係日常居住，都係可以過得輕鬆寫意。呢啲就係香港人北上置業嘅最大原因啦。咁再講下內地點解選擇嚟香港買樓，更多嘅係為咗長遠嘅規劃。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，有咗成熟完善嘅城市配套、優質嘅教育資源同埋成熟嘅市場體系，好多內地家庭睇重嘅係香港國際化教育環境，亦都希望透過置業多元化嘅資產規劃，為子女未來家庭發展冇多一個選擇。其實呢一場雙向置業潮呢，講到咩都係各取所需。港人北上係追求更加舒適、更加鬆弛嘅生活，內地人南下係未來發展嘅。兩地唔同嘅城市優勢啱好滿足咗兩邊人嘅需求，大家都係為咗過上更加符合自己嘅生活，先作出咁樣嘅選擇。形象亦都體現出兩地聯繫起身越嚟越緊密啦。大家所求唔同，但係最終都係為咗更加好嘅生活。咁講到最後，其實每一個人嘅睇法都唔一樣。你哋覺得香港人過嚟內地買樓，又或者內地人行去香港置業，究竟係為咗咩呢？大家有咩見解，有咩諗法，歡迎落嚟評論區，我哋傾一傾，交流一下意見。